上！贤弟好武艺，你就等着这一下。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得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！哎，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朝世子，想必是暗藏的护卫。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真是好身手。这大概就是徐凤年的杀招了。他身边那些人的路子都算摸清了，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。等下出手，全力杀他。不该先杀徐凤年吗？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。可是你看此人，面对6名武奴，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之极。要杀徐凤年，此人定会挺身而出。再等等。有道理。世子，感觉这些武奴并未尽全力拦我们。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
一共12位武奴，没错。都在这儿了。你也在。世子你好，我是你姐夫。又见面了。自家亲戚，我帮你吧。连我都防着。福将红甲，我认他。我要说福将红甲跟我没关系呢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不参战，诸位随意。世子，请吧。这是要当黄雀。那6位出手，你身边的怕是护不周全。我要是不再前进，就此离开呢？世子，您不是这样的人。也对。世子，前后夹击，时局不利。用兵者被敌围困，难寻出路，该如何？那就杀出条路来。对，杀出条路来。玄甲，青梅卓马，春水朝露，桃花，起。怎么不倒了？那一位既然出手，拦不拦的，也就没意义了。回来。多谢前辈一箭之恩。多谢前辈6箭之恩，敢问前辈可是桃花剑神？我是邓太阿。这份恩情，徐凤年记着，将来再报。不是你报，是我报恩。徐凤年，你娘是我远房的表姐，这也能攀上亲戚？带头的是真好。当年我在吴家剑中练剑之时，你娘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有救命之恩，有授业之恩，这恩情太大，怎能不还？唉，
只可惜，你娘当年孤身入皇城时，我人在东海之外。待我归来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娘那一战，落下病根，最终殒命。回想起来，我愧疚至今。我欠你娘的恩情，今日这6件，算是还了一半。城头之上，你想拿些什么，安心拿便是。这12柄飞剑，也算是追随邓某一生，今日赠于世子。这飞剑杀人之术，全在此匣之中，能不能够领悟得到，就全靠世子你自己了。这剩下的一半恩情，至此报完。世子，从此你我互不相欠。多谢。世子先把飞剑收了吧。回头收。桃花剑神的飞剑术，武林里的无上绝学啊。我知道。谁让我眼光浅呢？这时候，那个剑匣才是天下第一重要。邓先生，您若是要给我一剑，不如早点动手。我在这边上等着，心里不是事儿。恩情还尽，因果结了，世子与我无关了。那我若是等会儿对徐凤年出手，您不出剑，我的剑已经送人了。邓先生这般身份，定是一言九鼎。这会儿不打，我也不傻。人家邓先生前一半恩情，就是助你家世子去城头取剑匣。我要出手，也得等他拿完东西，人家恩情还完了再说。这会儿天底下，没人阻得了你家世子取剑匣。是我的。世子，这是府上新来的马夫，带来的旧东西，就不带进府里了。啊。这东西你带着多久了？带着很久了。这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可以不要。我娘说了，陪着你的是缘分，也是情分，人和物都是如此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句话，反正别乱扔旧东西，将来想要了哪儿找呀？哎。找是什么？你看，我给你找回来。你可以不要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带着，他对你很重要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老黄。既然天意让你把他给找出来了，那你别再扔了。
姓黄。那我就叫你老黄吧。好啊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断了尾巴，没了归路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土里埋骨，天里辛苦。火炼剑，以精铁炼剑，以气血炼剑。今日，我借阴阳之机，星光之焰，借雷霆淬砺，乾坤作冶，直至今日，终于建成。开天门，好一个剑神李成钢！好剑！李成钢此剑开得天门，杀得你王仙之否？一剑开天门。小师叔，又去偷菜了。
小师叔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小师叔刚才好好的，怎么成这样了？现在还好好的。小师叔啊，别动他！怎么回事？小师叔方才呆立在这儿，望着天边，突然就成这样。哪个方向？那边。是东方啊！就地给他搭个棚子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等他自己醒来。东方发生了什么，能叫醒了你？你说，他们还是人吗？是。哦。王先知我不清楚，李剑神绝对还是人。剑侠取回来了，那我可以继续动手了吗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李剑神刚出剑，你觉得他还顾得上你吗？还有个人藏在这里。桃花剑神在此，不仅仅是为徐凤年吧？见过赵老天师。你认得我？虽未谋面，却也听闻过赵老天师的风采。也是难得。知道我的人极少，怎么就遇上一个？你运气不错。没明白。李淳刚和王先知动手之后，我就能杀你了。可偏偏星湖内，感受到武帝城外有绝世高手，便想着再等等。没想到等了个桃花剑神的报恩局。方才阁下与武奴动手时，藏了手段，闹着玩玩，何必较真呢？敢问阁下的身份是？被认出来就不瞒了。贫道龙虎山赵玄素。宣字辈，世子，宣字辈可比当今的龙虎掌门还高了2倍。眼前这位，怕是已经活了2个古稀。猜到阁下要对我动手，但没想到辈分这么高，也是难为赵老神仙了。这几日还要管我叫大哥，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？敢问阁下还杀我吗？本来还是该杀一杀，毕竟邓太阿在，该留几分面子。前辈也是来杀徐凤年的。方才邓前辈说过，他的恩情已经报完了，之后徐凤年的生死均与他无关。眼前这位世子，还是可以杀一杀的。晚辈愿与前辈联手，如果桃花剑神不出手，眼前这些人是拦不住前辈的。下面的符角红甲是你的，若前辈喜欢，可拿去赏玩。你就是赵凯，前辈知道我。徐凤年我不杀了，杀你也一样。一具傀儡也想破局？晚辈要是说错话做错事，愿向前辈谢罪。徐凤年是大乱之因，你也一样。龙虎山既受皇恩，今日就取你性命还份恩情吧。这是疯了，你救他。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他一路都在杀你。能不能说一下，就我这事儿，
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你救他的理由。按常理来说，你应该是疯了。有可能，可我知道，你小子心思极深。你救他，必定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。给赵老神仙赔罪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了不得。要不是邓太阿在，我真该杀了你。还请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放过那2位。反正将来都是你自己的结束。这都什么局面？多谢老神仙。老神仙这次来武帝城，不仅仅是为了杀人吧？自然是为了开天门求飞升。天门，武学到了极致，就有飞升为仙的机会。要飞升，就要打开天门。我虽身如少年，内在却接近腐坏，毕竟等了2个甲子。老神仙连这都告诉我了，终于有了登仙之机。这些话说说也无所谓了。天门重开，是因为李剑神与王仙芝一战，怕也只有这2个人交手，天门才会重开。我没来错，天门将开，仙界重临，我终于能迈出这一步。桃花剑神此来武帝城，想必也是为了此事。你还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天门而来。天门眼看就要打开，你我都有飞升机会，或许还能合作行事。这2人全力交锋了。一步了。白大妈，天门将开。胜负未决。王仙芝在做什么？怎么停手了？数十年来唯一一次开天门的机会，他们俩就准备放过了不成？或许他们2位不愿飞升呢？
不愿飞升，为何不愿？或许比起仙界，他们更想留在人间。人间有什么可留的？这种机会怎能错过？如今契机已成，再加一份力，便能打开天门，迎回仙界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打开天门吧。剑起！邓太阿，你做什么？老天师方才有句话说错了。邓某此来武帝城，确实是为了仙界天门，只不过不是等他打开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阻拦天门重开，要仙界与人间断了往来。为什么？历来古籍素有记录，仙人下界。所谓仙人，早已抛却人心，以天道自处。每逢仙人临凡，仅凭喜好，便要改换天下之事，江河改流，山川移位，都属平常。更有甚者，仅凭一己之好恶，便要断人间之生死，不知换来多少白骨累累。那又怎样？世上王朝更迭，不也是杀戮不断？别的不说，这位是北凉世子，他爹徐骁当年杀了多少人，怎不见你提剑斩杀？王朝更迭，乃是人间自己之争斗，我从未想过让天下无杀戮。说起来，我自己所练的就是杀人之剑。可是人间之事，自然由人来决定。这人间不需要仙人。就为这个，你要拦下天门重开，断了天下武学者的前进之路吗？哼，邓某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你拦我飞升之路，你我便是不共戴天之敌。你也拦不住我。峨眉朱雀，黄铜皮肤，一米太阿。剑阵，此剑阵取名冰解，本来是为王仙芝而准备的，却不想用到了阁下身上。我倒要看看，邓剑神能否冰解贫道。星辰之力，雷池之威。邓太阿，你怎敢如此？邓太阿，你走我飞升之路，我必要杀尽你血脉气蓬。赵老天师，此时收手，还能保住性命。
你这又何苦呢？如此作为，岂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？天人之间，岂受他人束缚？这人间，我已待腻了。生而为人，却逆了人间，哼，何其可笑！我等进入天人之境，便再也不算普通凡人。只是为了变强，真的要抛弃那颗做人的心吗？我扔了又如何？赵老天师，邓某的剑下不许人间有仙。徐凤年，他既然与你有恩，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老子让你登仙，剑酒6000里。吓我一跳，这般境地，就算是神仙也杀不了人了。不是杀你，只是坏你气运。徐凤年，你这身大黄庭终究不是你自己得来的，我将自身气运、武学之路都送给你，同时也是将我的劫数一并给你。若你从小习武，并无大碍。可现在嘛，你气机必将紊乱，天人难救。就算神魂俱灭，也要在邓太阿面前杀你才好。转气运之术，你是那老家伙的弟子？为什么救我？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因为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你娘曾给过我一线生机。别念。谁杀你，哼，我便杀谁。
等待重逢。下次一字两文。好，说定了。过年啊，给你点礼物。你属小狗的。我背后这丫头本世子欺负得，你们欺负不得。我生来就欠这世间的，都会了才好。徐凤年，你就算要死，也得死在我手上。你相信我？好像还行，别家武学还有什么必要去学？不过这邓太阿的飞剑倒是可以借鉴借鉴啊，就是这剑太秀气了，颜色还那么艳，小女娃的鉴赏水准不超过8岁那种。幸亏邓前辈走了，不然您还得再打一场。打就打呗，老夫打不过王仙芝，还打不过邓太阿了。东海之上，前辈输了，胜负未分呢，但再打下去怕是要输。没打完，不打了，再打下去要冲开天门了。真有仙界，仙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嘿，都是自认为仙人的蠢材而已。您知道所谓仙界的秘密？那种破事你现在用不着知道，就你这身手啊，那地方的事对你来说还早着呢。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战既然没打完，就不能算输，没准打下去就是王仙芝油尽灯空的。输了就输了。王仙芝底子扎实，悟性又高，修为稳步上升。这些年来占尽天下高手磨练自身，我毕竟耽误了几年，又少了条胳膊，赢不了。反正我心中，您才是天下第一。谁会在乎啊？打得尽兴就好。不过方才一战，王仙芝也使出了9分力，普天下逼他到这一步的，怕是没几个了。他还没出全力，王仙芝若出全力，恐怕只有500年前的吕祖才能稳压他一头啊！这么强吗？啊！哎呀，那咱们还在武帝城？废话，赶紧跑呀！我还拿了老黄镜匣。哎呀，拿着吧，这点面子王仙芝还能给我。那什么，那您面子有多大？你要干嘛？我能跟王仙芝聊2句吗？龙虎山的人为什么要杀你？为国除奸呗。谁是奸？我，徐凤年啊，都是。你等等，徐凤年我还能理解，毕竟北凉是王朝心腹之患。你呢？你不是说你是皇子吗？没法子，谁让我是私生子呢？我杀徐凤年，本质就是为了调息天下战乱，借机长兵。如今这心思被看穿了，要杀我也是应该的。谁看穿你？龙虎山？龙虎山就是打手，背后的主使者8成是张居禄了。那老头精得很，瞒他太难。所以，你理解龙虎山杀你的缘由？挺理解的。换我，我也杀。杀我一人，
消除未来乱局。我既然不甘平庸，一个后果，当然自个儿接着，不怨别人。你连背后主使都猜到了？是啊。那你怎么还一脸想不明白的样子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救我？福将红甲都认出来了，一路杀他也坐实了，他跟我只能是不死不休啊！凭什么救我？想和你化敌为友。我天天追着赶着杀你，你能化敌为友？那我也想不出了，想不明白。算了，走吧。回武帝城？是啊。回去做什么？杀徐凤年啊。人还好好活着呢。他救了你，你还杀他？我心里是感激他的，但这跟杀他不冲突。人生两难全。不用去了，大师傅。王先知，睡了吧？漂亮啊！这么喊人能来吗？何事？这小子找你。邓太阿的12飞剑，给这小子了，运气不错。王前辈你好，晚辈徐凤年，在此有一事相求。不对，是两事相求。求我？说。这第一件事儿，是想请王前辈借辆好马车。不瞒前辈，有伤在身，回城不想走水路了。你杀了武帝城6名武奴，又抢走了见九皇的遗物，如今又跟我要马车。那6人并非为我所杀，我也没那本事。至于老皇的遗物嘛，我会给前辈一个交代。怎么交代？老皇和李剑神都是徐某长辈，他们2人未完之事，我徐凤年接着。老皇力战身死，是武者归宿，无怨无悔。这件事儿，我从未怪过您。至于李前辈今日一战，也输了，胜负未决。好，胜负未决，1败1平，都没能赢你。王前辈，给晚辈一些时间，我徐凤年在此指天发誓，我终有一日会重回武帝城，替老皇，也替李剑神，与阁下再战一场，决胜东海。你在约战？正是。不仅约战，还要赢你。如今的年轻人胆子真大呀！行吧，那我也疯一把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赢过你，王献之，这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就托付给这小子了。
你信他吗？这剑道好在哪儿啊？好就好在，它有传承。时下的年轻人敢和我当面约战的，你是第一个，恐怕也是最后一个。好，等你来。多谢前辈。重回武帝城之时，我会把马车还给前辈。我会让人把马车给你。这第二件事儿，是我听人说，我娘当年遇袭之日，您也在京城。您一直在查害我娘的凶手。小姐过世起，就一直在查，这些年追查凶手，整理出来的东西，都在里面了。当时我是在京城，我家人调查记录此事的小册上，记录了此事，但从未有人把您当作疑凶，因为我们都清楚，当日若是您真出手，我娘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。我去京城与他无关。我只想问前辈，当年有谁围杀了我娘？那几日是见到几个不该出现的人来到京城，不过那一战，我没撞到。这个人当日在不在京城？他记得是瞧见北莽的人也在京城。北莽的人，高手，差不多吧。对于我来讲，都一样。黎阳皇室联合敌国，埋伏的是自家臣子，多荒唐！你别激动啊。多谢前辈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看来徐某回家之后，要再出一次江湖了。你要去北莽？是。别忘了咱们的约战。放心，晚辈不会死在北莽。王前辈，最后一句。你这问第三件事了。老黄临死前说了什么？来，给少爷上酒。他看着哪边？北。少爷，等我回来，带着东海的酒，咱俩一块儿喝。行。哎呦，这人倒这么满。青鸟去车里吧，前辈也上车。世子先走，我把船上凤子云兄弟叫上，回头就赶过来。舒修也去，嘱咐船夫顺江而回，送去北凉。是。
走。去西蜀，曹长卿与西楚公主已然到了蜀地，楚国余孽蠢蠢欲动，朝堂认定蜀地将有大乱。这是机会。正是，朝廷需要有人去蜀地平乱。难道是我？还能是谁？可是，按理说不该轮到我。许萧不能去。西蜀若归北凉，天下都要姓许了。顾建堂呢？顾建堂告病，陛下也不敢放这样的猛虎出山呢。也对，西蜀掌兵必须是陛下信任之人。大师傅，可是还有其他几个皇子在，那几位，谁愿意去与曹长卿对决生死啊？犹豫的犹豫，忌惮的忌惮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把这奔赴西蜀掌兵平乱的差事，替你拿到手了，这是陛下必知。可曹长卿不好对付，我陪你西行啊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没必要与曹长卿为敌啊。我问你，楚人最终目的是什么？回家。没错，潜藏蜀地只是权宜之计。等曹长卿与那位西楚公主收拢旧部之后，他们必定会离开西蜀，重归楚地。到那时，西蜀再无掣肘之人，而你执掌兵权，名正言顺，那时你就是新的西楚之王。就怕到时一道圣旨，收回我的兵权。这样的旨意，你会接吗？当然不会。等我掌握蜀地，下一步就要往边境之外。边境外，蛮荒。等蛮荒跟西蜀连成一片，我就有了问鼎中原的根基，最差也是一个无可动摇的蜀王。能看到这一步，也不枉费我教导你这么些年啊。多谢大师傅，替我抓住这般良机。无需多言，我们即刻赶路前往西蜀。这人是谁呀？袁庭山，轩辕家曾经的门客，如今走投无路，倒是可用。袁庭山欲为蜀王掌中之刀，斩尽仇手。这人间终于给了我一次机会，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。
终于返程了。哎，小子，邓太阿的飞剑再让我瞧瞧。千鸟，帮我打开。您也会使这剑阵？剑道出行时千万条路，到终了又好似殊途同归，可这只是假象。小子，没有殊途同归。这邓太阿的飞剑与老夫的御剑瞧着相似，实则天差地别。这其中的道理不好说，越说越错，你自己领悟。好活，当上。